直路1000米嘅草地集合準備啦。好咧，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都幾齊集相嘅。咁啊紅眼罩嗰隻咧褪咗落一檔係大天王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有多利旺區啦，咁啊響入邊咧走咗上嚟第2位嘅馬咧就撳住贏啊。中檔63綠色鐵蹄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馬池登啊，外欄黑衫成康掠影啊，入邊粉紅衫走上去有好好戀愛，後邊嗰3匹馬橙衫燈膽將軍，灰色衫咧就進跑得啊，響後邊紅眼罩係大天王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前面佔先嘅話，中間撳住贏啊，響入邊好好戀愛啊，外邊就多利旺區要俾咯，馬池登第4位，中間綠色鐵蹄第5，入邊橙衫燈膽將軍，外欄成康掠影啊，尾二灰色衫咧就進跑得啊，咁啊遙遙墮後喎，嗰隻就大天王嚟噶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。中間位置撳住贏，咁啊睇下有冇機會贏出呢個大閘啦。入邊又好好戀愛啦，外邊呢好順喎，啲馬走得成康掠影啊。咁啊中間仲有馬池登啊，入邊橙衫燈膽將軍，再入邊有進跑得。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綠色鐵蹄多利旺區大天王呢一路響後邊喎。